又唔批評得啲官員嘅喎，立法會議員，大家知道批評啲官員會點啦，係咪先？咁好啦，咁個問題就嚟啦，當喺條街嗰度咁多吉鋪，咁多屍橫遍野，咁多人揾唔到食，係政府公務員揾到食，仲加薪，跟住就而家淨係得一條水，我成日都講嘅，淨係靠大陸一班留學生同埋專才同埋一班有資產嘅人士嚟香港頂起你香港嘅樓市之外，香港有啲乜嘢產業鏈引以為名㗎？而香港最出名就係澳門咧個產業鏈就賭場啊嘛，咁啊經常咧就年年派錢啦嚇，真係人哋抽賭場賺到錢收到稅。咁你香港咧就係靠乜嘢收入咧？我哋香港一貫以嚟都係高地價嘅政策，全部每一年咧係靠賣地過千億嘅收入嚟彌補庫房嘅支出。咁你淨係講咧喺醫管局啦，就阿范鴻齡啦，咁成千萬一年啦，跟住咧就將收入咧，將政府嗰啲每一年咧過億元嘅捐贈咧，俾醫管局咧，咁啊醫管局就當收入，但係醫管局咧嗰啲人工咧就全部高過特首嘅，醫管局嗰啲人咧係高過特首。咁啊上個月咧有位醫管局嘅高層咧，姓范嗰位女士咧係 dead air 啊 dead air 啊，人哋問佢咧中學生都不如，攞幾十萬一個月醫管局。好啦，跟住咧又講下我哋香港成名之作就 M+ 博物館喎，西九 M+ 博物館嗱，你話香